8点档单论型的节目，早暝开始来播送，由吴淡如、甲律师罗丰玉、甲医师丁慧文做伙来主持。华视晚上8点，今晚好好说。主持人名作家吴淡如律师罗丰玉、精神科医师丁慧文三人做伙主持8点档非典型的时论节目。头一集就讲最热门话题，郭台铭无要选总统。我只是觉得他做了他的就是商人的一个平衡的赛局之下，做一个对他自己比较好的决定。因为我觉得找不到副手不是真正的原因，找不到副手意味着是哪一个政治派系在支援他。吴淡如讲，伊用经济角度来看政治，三位主持人拢有因本身的专业。这摆做伙主持，因本身就咧讲，这需要有戆人的精神。而觉得是说有一股傻劲。傻傻的感觉，因为你知道，太聪明的人应该不敢做这种事情。好，跟2个聪明的女人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变聪明。人生的智慧就是可以把复杂的东西讲得很明白。8点档是各电视台精华时段推出不同款的节目，电视台有其他。那我们希望提供一个，就是用新的方式来谈论公共议题。这种黄金的时段，我相信让我们的观众可以吸收很多知性的，还有有趣的一些轻松一点的方式。吴淡如、丁慧文、罗丰玉三人配合了真好，因用专业的知识，用无同款的角度讨论新闻事件，提供观众无同款的思考方式。